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ght. Be thou my wisdom, and thou my true word. I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with me, Lord. Thou my great Father, and I thy true Son. Thou in me dwelling, and I with thee one.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右配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主，每天的是新的一天，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活出像你的样。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求主引导我们走正路，不偏左不偏右。感谢主，今天是8月8日，是庆祝做爸爸的节日，帮助我们用帮助我们用这个节日，用爱感恩我们的父亲，纪念我们的父亲。感谢提醒大家，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感谢主你的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祝爸爸们爸爸节快乐。那今天我们昨天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26章，那看见虽然扫罗饶了大卫，但是大卫的宗亲西弗人还是要不断的出卖大卫，那背后或许就是想要换得奖赏。那当扫罗再次来捉拿大卫，大卫就由被动化为主动，并且带着亚比筛那深入到这个扫罗的军营当中指导黄龙。那在大好的机会当中，大卫再一次来拒绝来杀害扫罗。那他只有说上帝要击杀，好，那或是扫罗的死期到，或是死在战场上，好，但是绝不会死在大卫的手上。那但是大卫这几句话呢，那也成就，很快就要成就。那扫罗这一次他的军器他的水被拿走，让他知道真的大卫已经摸到他的身旁来。那他也再一次的羞愧交加，承认自己的罪。那他也以他自己心里面所不愿意的，但是还是仍然祝福大卫要成为一国之君并且大卫所做的事情都要成功，都要有得胜。那这是上帝与大卫同在，而渐渐没有与扫罗同在。那么今天要来继续看大卫又在这个事件之后呢，那他因为躲避扫罗，所以逃到敌人的手中，敌人的当中甚至为敌人来效忠。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卫一生当中的黑历史。好，那我们请右配来带我们来读第27章的第1节到第4节。大卫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会落在扫罗手中，我最好还是逃到非利士去，这样扫罗会放弃在以色列境内搜寻我，我就能摆脱他的毒手。于是大卫带他的部下600人
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雅吉。大卫和部下带着家眷跟雅吉一起住在加特。大卫的2个妻子耶斯列人雅西和拿巴的遗孀加密人艾比该跟他在一起。扫罗听说大卫逃到加特去了，就不再搜寻他。以上。那虽然扫罗祝福大卫，愿你得福，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但是大卫对扫罗还是没有信心。那他已经逃了至少11个地方哦。那所以大卫心里面的想法说，终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手里啊，和本是写死在手里。那这个死，它的意思就是战死啊，战死在扫罗的手中，阵亡。好，那这个阵亡呢，跟刚才前面26章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他不愿意杀。他说扫罗是上帝要击杀或死其道，或是要阵亡，是同一个字。所以大卫意思是说，扫罗还没有死，可能大卫先死了，而且是死在扫罗的手中。所以他现在呢，逃过这么多的地方，找过祭司，找过约拿单，找过先知撒母耳，那但是躲到旷野，躲到山洞，那东奔西逃。那但是现在呢，他也曾经逃到非利士第4个地方就是来到了非利士。那这是在21章的地方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但是那一次他逃到雅吉那里的时候，只有那里的人说，这不就是那位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位吗？所以大卫因为这句话，所以他又在非利士人在加特王雅吉面前就是装疯卖傻，然后在城门乱写字，然后让他的唾沫流到胡须上。所以那时候雅吉呢说，这什么杀死万这根本是一个疯子，所以就不让他进入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加特的境内。但是这次大卫呢，那时候是大卫一个人。那现在大卫到27章，从21章到27章，那大卫他又这次是带着600个人甚至呢是带着他的2个妻子那他的大老婆米甲已经被改嫁了。所以这时候是大卫是浩浩荡荡来投靠雅吉。好，那所以雅吉之前有提到，雅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人。好，那他可能就是王，或是就是他的名字。好，那投靠的这个加特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卫这12战好，那从这个隐基底的山洞，好，那他把他的父母亲大卫安置父母在摩押之后，就来到隐基底。那隐基底呢，在马云旷野，在西佛旷野这一段时期当中，那大卫在这里也遇到很多事情，又娶了这个第3个妻子艾比该。那他当扫罗来追杀在西佛旷野的一带的时候，那这个大卫最后就终于离开了以色列，那又回到了这个加特的地方好，那就是来到亚基王的面前。那扫罗呢，也因为这样就放弃了搜寻大卫因为等于是大卫已经逃出国，那逃到甚至是敌人的手中。好，那之前大卫也经常去攻打非利士人，至少这个歌利亚就是非利士人，而且歌利亚呢就是加特人所以照理讲这个加特人或是非利士人呢，应该对大卫是恨得牙痒痒的。
但是大卫这次来投靠，好，又带这么多的人来，那真的是大卫无路可逃，好，那无计可施，好，那连这个敌人好仇人好他都去投靠。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呢。好，那请佑佩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9节。好，大卫对亚吉王说：“王若把我当作朋友，请赐给我一座容身的小城，何必让我跟王一起住在京城呢？”于是亚吉王把喜格拉城赐给大卫，从此喜格拉城属于犹大的王。大卫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前后16个月。那段时期，大卫领他的部下去攻打基述人、基色人和亚麻利人。这些人住在那地区已经很久了。大卫偷袭他们的土地，沿自苏尔一直到埃及。他杀死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又掳掠他们的羊群、牛群、驴、骆驼，连衣服也抢走。大卫打完仗，回到亚吉王那里。以上。好，谢谢。那撒母耳记上并没有交代的很清楚哦，好，就是大卫他怎么跟这个亚吉王来沟通，跟加特人。好，那只有提到大卫直接对亚吉说：“王若把我当作朋友，或是说我若蒙你看得起，求你在郊外的城镇中赐我一个地方，让我住在那里。那何必让我跟王一起住在京城呢？”好，那所以显然大卫来，好，是举白旗，好，那他带着600人，带着家眷家当，好，那是要来投靠亚吉。所以怎么说的，圣经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呢，就是大卫是来投诚的，好，他是来投共的，好，那就是来投到敌军。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他成为一个卖国贼，好，大卫他成为一个反叛自己的国家去投靠敌人了，好，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好，那但是这一段记载呢，因为经文很短，好，那很容易忽略，那也很快，好，所以圣经的作者虽然有讲，但是并没有要讲的很多。那但是总之呢，大卫呢，他取得了这个亚吉的信任，啊，甚至亚吉啊愿意让这群这个投入非利士怀抱中的这群人呢，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给他们有生活的地方啊，好，一个容纳他们的空间。那大卫呢，他来到加特，好，那他的想法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是要在加特的市中心，好，是要能够在郊外，好，是要能够在外围，好，让他有地方住，好，至少不用受到扫罗来侵扰他，扫罗来捉拿他，好，他可以移民，好，在这个国家当中，好，虽然这个国家是他们的敌国，那但是呢，这个亚吉王呢，就没有让他住在加特，是让他住在喜格拉。好，那喜格拉的意思呢，就是空水池，或是流动的水，或是在悲伤中哦。那从地图当中来看，加特和喜格拉呢，的确是有一段距离，那就是让他下到南边。好，那这也是这个以非利士的5个首领5个城好当中的一个。好，那是有一段的距离，那但是在这里提到说这个是喜格拉，好，大概现在长的样子，好，那也是一个平原，好，那也是可以耕种的地方。所以大卫对亚吉所说的呢，为什么亚吉会信任大卫？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知道。
好，那这个是喜哥拉好的这个样子，所以让大卫他就另外有一个可以居住存活好可以生存的地方，好至少带着他的妻小，好那这些地方，所以大卫的几个儿子呢，好也有住过这个非利士的地方。那但是这段时期有多久呢？好，这段时期经文有交代，好没有很长，好只有16个月。那可能跟前面扫罗在追杀他的年日相较呢，算是短的。好，那这些经文都是有要帮大卫，好，就是帮他说他虽然投靠敌人，但是时期没有很久。那还有就是要特别说，大卫呢，好，他取得非利士王的信任，好，但是他要去攻打敌人，好，效忠非利士王，好，但是他呢，却是打哪一些人呢？好，在这里说大卫去跟他的部下呢，在这16个月当中，攻打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好，这些在什么地方呢？基述是在北边啊，大卫在非利士的喜格拉，但是他要到这个加利利湖啊，就那时候叫基尼列湖，好去攻打基述啊，好，所以基述呢。是靠北边的地方，好，所以他为非利士人好打到北边去，好，那这个甚至是来到了以色列的北边哦，好，那在申命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下，还有历代志上啊，好，都关于提到基述，好，那这就是基述跟马加的交界，好，那还有是基述人、马加人啊，好，都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好，迦南地的北边哦。好，那今天来看呢，就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边。好，那基述呢，也跟这个押沙龙有关系啊，因为大卫的妻子马加呢，这个基述马加，好，所以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啊，好，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大卫已经娶了这个马加，好，所以后面娶了马加，好，所以大卫去攻打基述，好，那还有攻打基色，好，那这基色呢，在圣经当中很难找到，好，那这里有个基色呢，是约书亚记的基色，好，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好，很难确认哦。好，但是这里的基色呢，好，如果是的话，也是在非利士的附近哦。好，那大卫去攻打基色，好，然后去赶出这个基色当中的人。好，那再来，大卫还有攻打是亚玛利人的，好，所以非利士的基色呢是在中间呢，好，亚玛利在南边，所以这3个地方呢，等于是以色列的北边，以色列的中间靠非利士的地方，还有以色列的南边靠埃及的地方啊，好，去攻打亚玛利人。那这些的地方呢，都是从铁栏经过苏尔到埃及的居民啊，好，所以从亚玛利好到苏尔，好，所以等于是，大卫去攻打，好，为非利士去攻打在以色列的北边的中间的南边好的这些人，那甚至呢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男男女女，好，那带回了一堆的牛羊驴骆驼衣服。回到加特的雅吉，好，献给雅吉王，好，那把这些当作战利品了，但是呢，只有带东西回来，没有带人，没有带俘虏，带活口回来哦，好，为什么呢？好，那我们再请右佩带我们来读10到12节。雅吉王问他，对不起，这回你袭击了什么地方？大卫说是到犹大南部，或说去了耶拉面部落境内，或基尼人住的地方。大卫杀了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让一个人活着到加特去报告他跟部下活动的真相。这就是大卫住在非利士时所做的事。亚吉王相信大卫，他想大卫已经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痛恨，他一定会一辈子服侍我了。以上。
好，谢谢。那所以大卫带这么多的战利品，好，从北边的基述，从中间的基色到南边的亚玛利，接近埃及，好，那带回不同的这些战利品回来，好，那有这些的牛羊驴骆驼衣服。那雅吉就问你这次去攻打哪里？好，就是去了好几次，好，带着这么多礼物，你去打谁？那大卫说的呢？好，跟他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大卫说他去袭击犹大那的南部，或是袭击耶拉面，好，袭击基尼啊。那这3个地方呢？好，那犹大的南部，好，耶拉面，好，那这是在犹大地的南方啊。好，那位置并不清楚。好，那这耶拉面的这个地名也只有出现在撒母耳记啊。好，那在30章的时候，好，那大卫再次去攻打亚玛利人，好，然后回来时候就把这个打败亚玛利的礼物就送给耶拉面城的人啊。好，那但是呢，这些应该可能都是犹大人的地方。好，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基尼。那基尼好也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啊。好，那这个基尼呢，应该也是在犹大地的地方。好，那所以这些小地方好不重要的地方呢，那应该都可能是在犹大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存在的地方。那会让雅吉听起来就说，哦，大卫他真的变成我的部下，现在变成他们国家的敌人了。好，那因为大卫没有留下活口。所以怕大卫如果抓了战俘回来，好，然后让亚吉王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其他的外族人，好，不是犹大人。好，那大卫显然就是刻意的，为了要来赢得亚吉的信任，然后去杀外族人，好，假装是杀自己人，好，大卫的本国人，好，以色列人，来取得亚吉的信任，所以亚吉才会说，大卫一定会被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痛恨，因为他去夺了犹大，去夺了耶拉面，去夺了基尼，好，夺了这些地方，好，然后杀了他们，不管有没有杀他们，至少把他的东西都抢来。所以现在的亚吉相信大卫是真的要来成为他的部下，好，因为带了这么多的东西，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回来，这些做法其实大卫以前也做过。好，大卫为了要娶扫罗的女儿，好，他就去割了100个或是200个非利士人男性的包皮回来。所以大卫也很会这个去打战，去抢人家的东西，甚至这一次是做杀人灭口，然后呢要来取得敌人，在当时来看，以色列来看就是敌人的信任。所以这一段黑历史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黑暗的一面。那大卫而且是没有要回头，虽然只有16个月，但是不是在大卫的计划当中。那这16个月原因是因为在16个月后呢，扫罗家就死了，让大卫就有机会，否则这16个月大卫可能想说他要一直住在非利士，投靠这个非利士人，那只等到扫罗死后那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看，大卫呢，因为对扫罗失去了信心那他到处躲到处逃，但是他发现只要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只要是在自己的国家，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容他，连他的宗亲西弗人都这样子想要出卖他，所以大卫他又要顾这么多的人，那其实很厉害，600个人，前面从400到600还维持600，所以就算有敌人大卫自己本国的国王来追杀，但是这600个人不是饿死，没有病死，也没有战死，那还能够继续维持所以其实从背后来看，那这也是上帝与大卫同在。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为非利士人带来胜利，带来战利品，那取得信任那大卫他还是有分寸的，他不是真的去杀本国人，不是真的去杀死他的同胞，去抢夺自己人
好，那大卫是用去抢夺其他的外族人，好，那在上帝眼中好的这一些这个拜偶像或是这些的异教徒，然后去牺牲他们，好，然后呢取回了这些战利品，来取得亚吉王的信任了。那亚基的算盘呢，就是说现在大卫这个杀死万万的这一位，好，那他来英勇的来投靠我，好，而且呢，他还真的是跟他自己的同胞来作对。那所以亚基就认为现在大卫呢，他已经没有脸回去见他的江山父老，好，大卫他必须就要一辈子留在这个地方哦。好，那大卫这么能干，好，大卫这么能打战，所以留在这个地方呢，亚吉他就只要坐享其成就好了，所以他就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能够享受他的一切，那这是亚吉的算盘了。好，但是大卫心中怎么盘算？那刚才有讲，从这经文来看，大卫的盘算，他只是为了要躲避扫罗，甚至他真的没有要再回去以色列的意思啊。好，那除非扫罗死了，但是怎么样死也不要死在大卫的手中啊。好，但是大卫他虽然要留在这里，但是上帝还是有他的计划。好，上帝的算盘是扫罗会死在非利士人手中啊。好，所以接下来从28章、29章，好，那到31章撒母耳记上结束呢。好，那虽然大卫成为非利士的这个将领，成为非利士王的手下，那扫罗呢又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好，那这当中的微妙呢，也是上帝所安排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祈祷。有时候当人生走投无路，或是环境所逼，逼上梁山的时候，主啊，求你在这样的情形当中，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智慧，也能够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我们看见大卫在不得已的当中，他去到了敌国，去为敌国的君王来效忠。甚至去杀了外族的人，来取得敌国君王的信任。这一段的历史，圣经你也完整的记载呈现，也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分辨是非善恶。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或是在各样的危机当中，不是什么都要效法大卫，而不是什么都是要跟大卫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还有上帝你终极的计划，也让我们在各样的局势、环境，还有各样子的时机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上帝你的历史将会记载一切，凡走过的也都会留下痕迹。也求神指教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行走在上帝你光明的道路上。我们也为今天的父亲节再次为父亲们来祝福，也都能够行走在神你所喜悦光明的道路上。也为每一位儿女来祷告，使儿女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父亲，父亲的心也能够回转归向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谢谢佑佩，平安，父亲节快乐！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父亲节快乐！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父亲节快乐！谢谢。